Boardman Entertainment. 上面给我业绩压力，这样下去我会拿不到年终奖金。首先需要一名死者。咦，这个不错。这个也可以。奇怪，今天怎么有不祥的预感？警察先生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今天有不祥的预感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是有凶杀案要发生。凶杀案果然发生了。探长，这是监视报告。原来如此，死者是被庞大的业绩压力攻击而死。且慢，来者何人？事情并非如此，兰伯特探长。是你，布莱斯！像业绩压力这种无形的东西是不会自己杀人的，因此凶手另有其人。难道说？没错，凶手一定是一名业绩不佳的警官。兰伯特探长，你就是凶手。原来如此。且慢，来者何人？詹姆士·摩纳提是个凶手。不管你的推理再怎么完美，警探跟凶手根本是不同的角色，因此我才是凶手。岂有此理！既然如此，后会有期啦，普莱辉！像监视员这种东西是不会自己复活的。探长，你才是凶手！啊！